黐線！你有冇諗過，淨係用一段文字就可以生成電影？以前嘅 AI 影片最怕兩樣嘢，大動作打鬥啦，同物件互動。但係呢條片入面呢，阿姐係茶餐廳舉起成部收銀機撲落劫匪度，再接埋新肉搏，連撞跌台面個菠蘿包，同蛋撻嘅物理反應都算連貫。雖然仔細睇，例如收銀機消失、手部扭曲，仲有少少穿崩，但係視覺衝擊力已經滿分。Hello， 各位朋友仔，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Chloe AI 觀測站，我係你嘅 AI 小導遊 Chloe。你係咪覺得 AI 好深奧，定係平時做嘢做到一頭煙，想揾幫手但唔知由邊度開始？唔使驚，呢個頻道專門分享最實用、最易上手嘅 AI 工具，無論係寫文啊、整圖啊，定係做 presentation， 一鍵生成，超簡單。我會用最簡單嘅廣東話教你用 AI 黑科技偷懶，準時收工無難度。平時睇 IG Reels 見人跳舞咧，喐啲都幾十萬 view， 自己又手腳唔協調。今日為大家介紹目前地表最強嘅 AI 跳舞神器 Seedance 2.0， 絕對係零死角大進化。咁首先咧，講下去邊度可以用 Seedance。咁一般嚟講，豆包同埋積夢都可以用到，不過積夢最大嘅分別就係要扣 credit， 免費玩家唔使擔心。但係如果你係重度用家，想整高清啲 AI 跳舞神器或者 Seedance 2.0快啲起貨，就需要買會員啦。咁我哋入到嚟積夢 AI， 首先喺呢度揀影片生成啦，跟住就可以揀 Seedance 2.0 Fast 或者 Seedance 2.0標準版。顧名思義，標準版睇重 quality， 啱用嚟出 final， 而 Fast 版就贏喺速度同埋 cost， 最啱用嚟快速打稿試效果啊！大家可以係呢度輸入文字就可以生成視頻。睇下速度感交足貨，跟車鏡頭極具壓迫感，劈彎加埋動態模糊，衝刺感十足，山路光影同車身反光細節拉滿，直頭拍得住高級名車廣告。呢條片齒輪加跑步個 vibe 好夾，畫面本身已經好有動態啦，色水同構圖都 keep 得好啦，唔會眼花繚亂。滿滿嘅武俠情懷，冷色調背景凄美又肅殺 ，AI 連三袖飄動同氣流衝擊都做得超流暢，短短幾秒交手已有黑光，電影感爆燈。再嚟睇下白衰阿伯狂飆香港街頭，戰車秒變重裝機甲，順滑到起晒雞皮，最後喺維港一炮轟爆巨獸。呢段係恐龍咧，係香港街頭互鬥喎。你哋又覺得效果點？淨係用一張相就可以令你自己甚至你隻貓跳出流暢嘅 K-pop 舞步，唔使記 step， 唔使流汗，一鍵搞掂。嫌得一個角度太悶啦，你可以加啲運鏡技巧啦。就好似呢條片咁啊，鏡頭由水面到水底啊，一直跟實隻海豚嚟影。又或者好似呢段寺廟，將間寺廟放喺畫面正中間，360度圍住佢轉，再慢慢拉高個鏡頭，變做俯拍。
喺呢度，我預先製作咗9張圖片，叫豆包咧生成嗰個都市戀愛題材嘅短劇。即係你個咧就話，為咗逃婚，我喺街頭隨手拉住一個着住污糟工作服嘅男人同我假結婚，佢竟然應承咗。我以為佢好窮噶，搬入天台屋之後，仲成日擠錢俾佢，唔使自卑，我養你。直到嗰晚上流晚宴上，我俾人當眾羞辱。大門打開，幾十個保鏢開路，我窮老公着住頂級西裝行入嚟，全場富豪向佢鞠躬。佢幫我戴上天價鑽石頸鏈，冷冷咁講：邊個准你哋蝦我老婆啊？原來我包養緊嘅男人嘅首付。好啦，今集節目內容分享到呢度，歡迎大家留言俾意見我啊！中意嘅記得 like 同留言話我知，下集再見，拜拜。